我覺得而家 AI 嘅話係發展得好快嘅。其實呢2-3年嘅美國啊、中國都已經想搶先嗰個龍頭地位嘅。咁同一時間，我覺得有啲位置，如果譬如老師啊，未必即時可以取代到嘅，因為要同佢有個聯繫性，呢個樣係比較之重要嘅。咁啊，同一時間，你會俾到啲乜嘢即係建議年輕人？因為而家你嘅 background 係犀利啦，又上市公司主席嘅，非洲人董事好多唔同，咩係主席？有少少離地嘅，我感覺到，即係唔知點樣。咁如果你一個新嘅即係年輕人啱啱畢業，你會有咩建議俾佢哋？交流下啦，建議係唔敢當嘅。嗱，話説早排我哋打波咧，有個比我後生好多嘅朋友，佢係港大20歲出頭嘅啫，佢就喺港大讀緊精算嘅。OK，咁而家都喺一間保險公司裏邊 in-house 做緊一個實習嘅精算師嘅。咁其實佢嘅道路都可以畢咗業之後，呢間保險公司或者其他保險公司都會揾佢招手，佢就入行做精算師，然後安安分分。如果間保險公司唔執笠嘅時候咧，佢都大條道你喺呢度工作10幾20年，慢慢由一個初級嘅精算師慢慢升到部門主管都 OK 嘅。明白。咁個人生可以咁樣去做嘅，穩定。